后来今仔日北台湾的高温比昨降7度，这个温度一下降这么多，真会引发到急性的冠心症。高雄一个32岁做水电的师傅，伫咧前一波低温的期间，早起起床，常常感觉胸坎啊闷闷，用要袂喘气，想讲是感冒，照常去做事。尾啊，这个胸坎啊是愈来愈痛，才去看医生，一个检查不得了，竟然就是急性的冠心症。 气温雄雄降低，人若无爽快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。高雄一个32岁水电师傅，有食薰的习惯，3个月会啉酒。今年一配低温，伊感觉透早的时胸坎扎扎，强要袂喘气，伊当作是感冒，照常去上班。后来愈来愈严重，一个检查是心肌痰。冬天就是心血管疾病最好发的时期。 急性冠心症包括稳定型的心绞痛，也就是抱心酸加急性的心肌痰，靠因为气温下降来压起来。天气较冷，正需紧张运动中，也是食好料的。你若感觉胸坎扎扎，就可能是抱心酸。只要有危险因子，像讲有三高，也是心脏血管疾病家族史，你若出现胸坎扎扎。 冰白还是老性寒，拢爱去找医生。温度的变化比较大，它容易有一些剧烈的收缩或是舒张情形，所以这个就是注意保暖。医生嘛提醒讲，天气变化较大，运动的时爱特别小心。突发性的胸闷、胸痛，或是心悸等等，在过程中如果他有一些不舒服，可能就要马上停止运动。提高警觉，闹镜头千万唔通无要无紧，安尼才袂造成意外。